助理，我一定要帮我的老板讲一下话。大家看我的长相，还有身材，很美，很。你们觉得我是靠这个吗？是靠外表吗？是啊。在讲什么啦？你回去啦！走开！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献丑。小熊，请你来一下。我的麦给。啊？谁胸口？对，他已经。靠谁胸口？那我今天是立冬的一日助理，我也可以当你们的助理。他凭什么？他那个脸凭什么可以有一日助理？所以不需要靠长相啊。讲什么？有。挑吧。大家都知道我眼光不好，我眼瞎。其实外表重不重要？我觉得一点都不重要。我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，对不对？我靠的不是帅气，我靠的是我的武器。而且我一开始进这个圈子，我就把我的帅气给藏起来了。那你有找到我那时候，我跟你讲，那重点就是我想问问对面选择那个要靠外表的凯西还有文琪，你们的外表，我觉得外表真的是没有那么重要。你自己看你们，看谁？张文琪，他那时候就可以靠这样进入演艺圈，还有牙套那时候。不是，我要说的就是他靠的是他后天的努力，然后呢，慢慢的让大家认可你了，然后呢，你有正确的化妆方式，正确，还有，他靠这样，海基，你不要以为你没事，你以前长这样，好，都不是靠实力。15年前照片出来，我请我的助理帮我讲一下，好不好？来，来，你帮我讲一下，重不重要？重不重要？好，我跟你们说，今天我是立冬的贤内助理，我一定要帮我的老板讲一下话。大家看我的长相，还有身材，很美，很。你们觉得我是靠这个吗？是靠外表吗？是啊。在讲什么啦？你回去啦！